这边的话就直接是明白嘛。因为这是光纤自动，光纤是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太暗，进去吗？进去了，还要怎么样？是啊。进去没有？按下到底再来讲 ，OK， 等一下讲讲也很重要。对，还是可以。想买什么再买。这个平常清洁好，来，可以。我们的班长，这里班长，协定的班长，你下回你来一个好不好？两边明天来一个，还是没关系，我们下个礼拜五上课再放过来就好了。一样现在会议在重启，我以前说的方法。可以在里面聊，交流。
你这种快的时候，拿不到给他。那个盒子的衣服要丢掉时要看一下。上次有一个朋友叫我帮他买相机，结果相机拿起来，他其他的东西都丢掉。他丢掉，有一天他连电的人跟我说：“白老师，那我那个充电器呢？充电器都给你的啦，然后在哪里？那个盒子里面就他盒子丢掉了。所以要看的时候，要喝的时候，里面再翻一翻，不要说打个一盒子就不用拿丢了。相机可以那个公司会用啊。”漫威山水果是比较，水果是怕找不到这个厂商。鞋子也是啊，鞋子有手的。可以送好价。有啊，不用的话就把它放在防老箱里。1万多1.5万多。你可以开换灯。
这个里面还有个带双箭头，那个不容易用不到，你用到干嘛要去用？变蓝变的这个，这个潮湿的，这直接贴水也贴住那地方。外出你现在回去，这个都装的就比较开了，啊，它这个头跟就在那边。在家里头。
好吧，你的钥匙。你买多少时候，我那边正是我吹的。马上就看到了耶！你现在在录影啊？哎，陆老师上课。哦，这样子啊？他从哪里录？哦，现在这样子啊？小心不要弄眼睛。他已经可以，现在新的已经有这样子的。你买这种有的有，不是每台都有。以前大的那种就没有这种设备。有，他早有这个。他早有这个。上课会用。对呀，很棒啊！对呀。那个在网页上就可以用的。就可以。网页上可以直接播放的。那这样子，这个没有那个的差多少？那个这种的小画面没有照片那么美。小画面档案小，在网络上动比较快。那我们自己照的档案很大跟那个在网络上用那个转档。对。那这个 WMV 档就一边下载一边播。有那么快？串流技术的。它透过那个网页有的写那个播放程序它就可以看，就可以马上看影片。这个从哪里找？这个从我的电脑里面去找。你有找过吗？没有。那你有电脑？我有。